早晨，我係燕兒組嘅 Connie， 好感謝主啦，因為神嘅恩賜咧令我成為神嘅兒女啦，更加感謝神嘅帶領啦。我先生上個禮拜我浸禮咧，決志信咗主，好感謝神啊！我生咗一個好平凡但好幸福嘅家庭啦，有愛我嘅爸爸媽媽啦，有好愛護我弟弟啦。咁我小學嗰時候呢，因為係讀基督教學校嘅，咁我好細個就認識主嘅，都有返崇拜啊同埋團契嘅。當時年紀太細啦，懵懵懂懂，唔知點解要信耶穌，咁叫我返咪返咯。後來我大個咗之後呢，就出咗嚟做嘢啦，又認識咗我先生啦，組織咗我哋嘅小家庭啦，工作好忙啦，又要照顧兩個女啦，同神嘅關係就越嚟越遠啦。咁直到2009年啦。我爸爸屋企跌親，咁就去咗世。雖然我爸爸已經90幾歲啊，但係佢由細到大好錫我，身體又好好喎。咁我係完全接受唔到啊，好難過，心好痛。突然間我爸爸咁走咗呢，我係覺得冇可能，因為佢身體咁好，一路都行得走得食得，點解突然間咁一跌就走咗呢？咁對我好大打擊㗎，個情緒好低落啊，個心好痛啦，又成日無緣無故喊啦，任何嘢都做唔到㗎，個腦係一片空白嘅，成日渾渾噩噩咁，即係對我日常嘅生活啦，其實影響好大嘅。咁後來我先生就勸我啦，揾啲朋友帶你返教會啦，可能返教會會對你有幫助啦。咁於是我就跟朋友咧返咗嚟千麥社區浸信會呢個大家庭啦。好感謝神嘅帶領啦，我返咗教會之後咧，監參過幾次崇拜之後咧，我發覺個人係個情緒係平復咗嘅，心入邊好似有安慰咯，好似有人同我講話你唔使咁難過嘅。咁我於是乎咧就決定參加教會嗰啲聖經課程咧，因為我想更加了解我哋嘅神啦，每日有嘗試讀聖經啦，透過神嘅話語同埋教導咧，令到我明白咧親人嘅離世只不過係暫別嘅啫，將來我哋喺天家係會再相聚嘅。後來參加咗經濟神營會啦，就決咗志信咗主啦，好感謝神啦，佢帶領我離開呢個困境啦，令到我心中係有平安同埋喜樂啦。咁我未信主之前咧係一個好性急嘅人嚟嘅，你而家見我講嘢都係啦，做嘢講嘢都好快嘅，又好倔啦講嘢，我唔係幾令人感受㗎。我信咗主之後咧，學習啦，即係跟聖經咁教導啦，要學慢落嚟啦，要溫柔啦、順服啦、謙卑啦，唔好講嘢咁快啦，又唔好咁倔啦，要多啲聽人講啊，諗下人哋為人設想啦。我希望咧，我嘅性格嘅改變啦，能夠令未信主嘅朋友咧明白，我哋依靠住神啦，以耶穌基督為我哋嘅救主，我哋嘅生命就將會不一樣噶啦，會滿有盼望、平安同喜樂。感謝神，多謝。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